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玉兄弟。咁啊，尋日去咗大陸啦，順便睇到電影版嘅《尋秦記》啦。呢度《尋秦記》咧可以話情懷滿分啊！哇，即係周不時咧就翻映一啲咧 TVB 時代嗰套咧電視版嘅《尋秦記》嘅一啲畫面，令到你咧充滿即係兒時回憶嘅。咁呢一點我真係加分，但係亦都因為咁啦，搞到成套電影啊好重 TVB 味啊，有啲搞笑啊！咁就佢除咗情懷之外啦，咁佢嗰啲追逐打戲啦都幾緊湊嘅。但係咧，佢成套戲啦有70%嘅時間咧喺度追逐咧，我覺得有少少嚴。咁就我覺得咧要加翻啲宏大啲嘅場面去cover 翻會好啲咯。不過可惜佢真係好大嗰啲宏偉嘅場面咧，佢又冇啊，可能經費問題啦。咁啊，如果真係再拍多次電影版 Part 2咧，我覺得就應該加翻少少啲場面冇啲。但係咧情懷又好，成套戲嘅流暢度又好，其實咧我都覺得幾高評價嘅。呢方面啦，整體嘅可觀性啦，我俾7分，再加1分嘅情懷分，即係8分，唔錯啊，值得一看。但係咧個劇情咧就爛到阿媽認到，即係嗰個反派咧苗條偉嘅反派啦，飾演嘅反派大佬啦，佢走去穿越一個秦朝嘅目的咧，就係想做秦朝皇帝。但係佢做一個皇帝嘅目的咧，竟然話想補償翻個女喎！哇！我拗晒頭，喂，你做皇帝係皇帝啦，你為嘅係自己野心嘅啫嘛，應該你做咩事？你話補償個女，兩者有任何關係嘅咩？我真係拗晒頭，我屌真係爛撚到一個理由，真係唔係啊！同埋好腦殘咯，打得嗰幾條友就諗住殺懟冧嬴政，然之後取而代之揾個即係唔知乜嘢高科技扮嗰個人嘅樣，然之後咧再複製埋個聲，就當自己係千古一帝啦即係萬一嚿嘢冇電，我唔知你點算係咪先？你都不如咧穿越一笪比較可行嘅地方咩可行嘅地方，即係容易造反嘅地方就喺嗰度咧分配一啲糧食嘅種子特別係高產作物嘅種子紅薯玉米嗰啲養肥班人又派發一啲咧值得信任嘅人嘅一啲咧現代武裝過去，咁喺嗰度養兵，順便造反，學陳勝吳廣咁樣俾佢哋早一步造反，咁樣直接攻入咸陽，咁仲好啦，係咪先？你咁樣狸貓換太子換得幾耐啦，係咪先？你又冇佢嗰啲記憶，係日常生活咁樣有好多人一定會察覺有啲可疑㗎嘛，係咪先？總言之，成套戲咧，我覺得就漏洞百出啦，邏輯不通啦，最後仲要咧大家冚家死晒喺嗰個秦國嘅皇宮度，都唔知咧做咩，你穿越去皇帝做唔到條命又賠埋，跟住當中有個僱傭兵咧，個思路起碼正常啲嘅，就諗住咧喺個皇宮嗰度咧偷啲所謂嘅古董啦翻去現代度賣，咁賺錢。喂，呢一個思路先正常符合一個正常人啊嘛。去到梗係諗住點樣賺錢噶啦，做皇帝你又係咪嗰個料先得噶？你係科學家嚟咋，你唔係歷史學家，你唔識歷史走向，你點樣做皇帝啊？大哥又唔夠狠又唔夠勇，係嘛？仲要掉埋嗰個翻去嗰個接收器喎，我真係唔知你做乜，係嘛？真係你諗住自己留喺度咪算咯，但係你又要拉埋自己個女落水，仲係要補償佢，你點補償佢佢喺古代唔通溝古人話唔定佢喺現代社會有條仔咧，係咪先？真係你唔諗自己，你都諗個女啦。屌你真係想補償個女失去嘅時光你不如真係喺現代社會嗰度用你嘅餘生陪伴佢啊！當然你咁樣咧就冇辦法整個古仔嘅，但係咧我覺得穿越嘅理由你可以簡單啲既然因為咧項少龍當年搶咗你個位進行穿越，然之後咧烏博士又屈你嘅，咁你淨係即係穿越過去揾阿項少龍報仇咪得咯，簡單直接呢個理由係嘛？即係唔使搞咁多嘢係嘛？即係做皇帝喎，真係好好笑，因為我唔知嗰個編劇係咪腦殘定嗨咗嘢，總言之就劇情係敗筆啦。劇情我真係俾4分嘅啫。因為太過9唔搭8，但係嗰啲追逐戲同埋佢 show 嗰啲好得意嗰啲高科技例如嗰個治療棒即係電動摩托車同埋嗰個電動滑板
電動嘅飛行滑板啊，都幾得意啊！搞到我即係都心喐喐，真係好想要一個電動嘅飛行滑板啊！咁啊呢啲咁嘅位置咧，就我覺得就 show 得幾好，拍得幾好啊！整體我真係俾7分加1分情懷分嘅，但係劇情分咧我真係俾4分。個編劇快啲跳樓死咗佢啦，真係啊！搞衰套嘢，又或者你請我啊？呢個真係香港唯一一個歷史學家啊，走去幫你重新寫翻啱嗰段劇情啦，好嘛？真係，唉，歷史都唔係咁樣俾你侮辱㗎。雖然穿越劇就唔需要太多嘅邏輯，但係都唔能夠離晒譜。你直頭係離譜到家，大哥你知唔知啊？咁就雖然如此。但係新年嚟講咧，睇呢套劇咧都幾流暢，亦都幾開心嘅，因為佢都有好多笑料啦，即係都睇得幾歡喜嘅。咁啊，希望大家睇完呢套片啊，當合家歡電影咁樣啦，一家大細走去睇啦。啊，睇一套真係屬於香港人嘅作品啦。咁啊，支持下古山啊，畢竟古山咧，除咗即係佢嘅演藝天賦才華之外咧，咁佢亦都喺大陸嗰度起咗好多學校，做咗好多善事啊嘛。單係呢一種義舉咧，我就覺得應該要多啲支持佢嘅啊。所以即係我自己不論點都好啦，咁我都會支持下古天樂嘅作品。咁啊，希望亦都大家啦能夠即係多多支持佢，令到佢嘅票房更進一步，希望能夠破10億啊，係咪先？大家香港人，大家咁話啦，真係唔係講笑。咁啊，唔知各位巴打睇咗呢套戲咧，又點睇嘅？啊，我自己就咁睇咯，劇情真係爛到嘔心咯，係嘛？即係穿越過去應該有穿越嘅準備啊嘛，係嘛？咁啊，即係我自己諗到，如果我自己穿越過去，咁最基本都要帶啲高產量嘅種子嘅喎，因為要長期紮根噶嘛，係嘛？你又唔能夠咧打通咧現代同古代嗰個穿越嗰個道路係長期可以俾你自由穿越嘅。啊！如果自由穿越咁，另外一種玩法啦，即係咁喺現代嗰度買物資，然之後送落去古代咁樣啊，任你玩嘅，好多玩法嘅。但係如果你話單純咁腦殘咁樣就想殺咗阿嬴政，然之後就扮佢咁樣號令天下，我覺得有啲都唔係有啲自信啲啦，將有啲一個詞咧去叫就係好撚戇鳩係咪先？即係你扮一個人。你扮得幾時啊？你唔辛苦啊？真係好嬲笑啫，係得個僱傭兵係正常啲咯，嗰2個僱傭兵係咯，即係其他都係戇鳩仔嚟嘅真係。跟住同埋即係嬴政啦、阿林峰啦、同古天樂啦，即係走嚟走去，跟住有諗起啲羈絆啊，最後又放過佢啊，基本上都係重炒一次即係電視版嗰一段劇情嘅。電視版又係咁樣演嘅啫嘛，係咪先？我覺得就冇乜新意咯，始終。但係咧，佢古校長嗰個演技咧，因為始終在線啊，所以咧臨尾嗰段咧係有少少感動嘅。我係睇到有少少感動嘅。咁就一樣嘢，所以話演技係幾咁重要。哪怕你係一段爛片啊，只要你演技在線嘅時候咧，你都能夠化腐朽為神奇，將佢唔好嘅嘢咧整到好好睇。呢就係演技嘅重要性啦。咁時下 TVB 嗰啲小鮮肉真係要學下啦，係咪先？唔好得個樣。不過老實講，有樣真係唔見得多至少所謂嘅香港第一嘅姜濤我真係唔覺得佢靚仔。大家話係咪呢？我都靚仔過佢啦。好，咁今條片講到呢度，大家都記得入場支持下電影版《尋秦記》。咁希望大家新年快樂！拜拜。